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舒尔茨3月12日再次共同和俄总统普京进行了通话。克里姆林宫对这次通话的解读称，普京向马克龙和舒尔茨介绍了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谈判情况，并回应了他们对乌克兰人道主义局势的问题的关切。普京敦促马克龙和舒尔茨对乌克兰当局施加影响，以阻止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的犯罪行为。德国政府一名发言人表示，双方已同意不对会议内容发表声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雷斯表示，他们欢迎土耳其为解决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危机做出的外交努力。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欢迎这些外交活动。在此过程中，我们的土耳其盟友一直与美国进行充分协调和协商。总统拜登有机会在安塔利亚会议后与总统埃尔多安交谈，国务卿布林肯和部长乔乌什欧卢也进行了会晤，我们对这些会谈感到高兴。吉林省疫情快速升温，短短11日，重灾区吉林市累计1000人感染。长春市前日起封城，是继湖北武汉、陕西西安后第3个省会城市因疫情而封城。长春市前日通知停止一切非必要流动，全市小区单位实行封闭式管理，每户家庭每2天有1人外出采购生活物资。阿富汗塔利班临时政府副外长阿米尔·汗·穆塔吉在出席安塔利亚外交论坛时回答了安纳托利亚通讯社记者的提问。阿富汗的政策是以经济为基础的，因此与世界各国发展良好关系是可能的，穆塔吉说。总部位于美国的视频共享平台 YouTube 宣布将阻止访问俄罗斯国家资助的媒体平台。另一方面，俄罗斯已被禁止访问社交网站 Instagram。美国政府一名未透露姓名高官称，朝鲜最近进行的2次发射活动是在测试新型洲际弹道导弹系统。专家说，朝鲜似乎正在准备发射一颗真卡卫星，此举可能会像这个有核国家的武器实验一样引起争议，因为他们使用的是相同的被禁止的弹道导弹技术。据称，通过间谍卫星探测到美国航母的位置，它将掌握进行准确攻击所需的信息。一名维吾尔大学讲师因分裂主义和推广西方文化的罪名被捕。努尔买媒体奥马尔·乌基群教授兼翻译在东突厥散的一所监狱服刑10年，罪名是分裂主义和宣传西方文化。在他拘留4年后，他的前同学和一名村干部本月向自由亚洲电台证实，他的现住在挪威的同学侯赛因表示，新疆师范大学语言学院文学教授努尔买媒体奥马尔被指控边缘化民族文化和企图分裂国家等罪名，白判处10年有期徒刑。